进口卵的争议，新北市卫生局受料到新增有一间卵品公司，把进口卵含咱台湾卵揽做伙变做卵汁，说是讲这是台湾卵生产的，转卖予食品业者。对早是发现讲有团膳业者有买到有20间，后来在辅导补习班中昼顿的时有食到这的卵，大概有900个囡仔有食到。新增的福祥生卵品公司，和新北市卫生局18查到今年6月至8月，甲土耳其、巴西、加美国生产的进口卵、甲国产卵揽做液态卵，拢总20974公斤，各甲产地标示做台湾，卖予北部县市业者。台北市阁查出有团膳业者8月使用这批商品做20间暑期辅导补习班的餐点，差不多900份餐点学生囡仔已经食了8肚。业者已经设有假冒或者是虚伪标示，那以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后续可开罚6万以上2亿元以下的一个罚款。发现有业者曾于8月份使用涉案产品制作供应暑期补习班餐点，相关资讯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做后续调查。台北市议员刘彩薇嘛公布农业部会函资料，包括出名的食品大厂宜美在内有3间业者，拢使用到巴西等国的进口卵。国定政府积极伫查卵，台中查到未来卵已经筛选好的卵，标示未来的日子会罚4万至400万。一共稽查了148家的业者那有查到不合格的昨天就有查到一家未来蛋，那这表示严重的市场现在十分的混乱，而且标示不实这个都已经过期，对对对，巴西的嘛。云林县卫生局去物流稽查进口卵，2位拢总查到521万外的过期的巴西鸡卵，彰化市查到调风冷冻库328万粒进口卵，其中有295万粒拢已经过期等待销毁。土耳其鸡蛋有8208箱，295万颗是已经到期待销毁，所以现场呢已经都有张贴报废品待销毁的这资料，那我们已经进行管控，以防止它流入市售。农业部18公布跳产会库存进口鸡卵的冷链程度，分布伫7县市13个程度，其中高雄都有954万粒到期等待销毁。针对南洋批评超市大量拢伫高雄市政府无积极查卵，但其嘛做回应。超市跟台农之前的约谈有一些单据，还有蛋的流向交代不清，我们也会协同高雄地检署，希望说检方也能够介入调查，务必要水落石出，查清楚蛋的流向。食药署嘛，甲高雄市政府、联合县政府联合分组3路查台农甲伊的关系企业信兴公司屏东洗选场，因为现场也是无法度提供进销数量流向，会依照违反食安法，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